江若琳今日出席活動，提到最近忙住準備7月嘅新專輯，今次同上次出碟隔咗幾耐呢？2年冇出過，同埋今次係我簽咗新公司，即係新唱片公司之後嘅第一隻碟，所以對我嚟講係真係幾重要咯。江若琳話已經簽約星喚國際，傳聞謝安琪將會轉投星喚喎。如果傳聞屬實，江若琳會唔會擔心資源被攤分呢？咁梗係唔會啦，係啊。咁如果係真係，即係如果係真嘅話咧，就絕對係非常之歡迎咯。係啊，因為每一次我哋譬如星喚嘅歌手出去咧，已經係好，即係好多人咯。譬如農夫啊、欣宜啊、Alfred 啊，咁即係個感覺係好熱鬧咯。所以希望可以即係再多啲人一齊，同埋阿 K 係啲歌我自己都幾欣賞咯。會唔會覺得謝安琪嘅歌藝好過你呢？咁我覺得冇得比較，大家歌路都唔同。如果謝安琪簽咗同公司，驚唔驚佢成為公司一姐啊？其實咧，即係冇話，只係可能有時即係大家會將呢個可能係分啊邊個做一姐呢個名詞，但係其實喺我哋心目